头先咱要做回来关心的，就是高雄市灵雅区呢，昨暗时来发生一件并车的意外。这是一台轿车以凶去弄路边的4台乌多拜加一台货车，了后全规台车安尼变过。迄当阵拄好有一个老母甲2个囡仔经过，险啊去互弄到。即马经过检测，证实这个驾驶是有食毒，而且车顶嘛超出海洛因。 对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，暗时7点外，一名妇人人后壁对着2名囡仔，原本咧行路，其中一个囡仔敢若听到声音，回头一看，雄发现一台轿车直冲过来，大人囡仔赶紧闪过，画面实在真危险。轿车弄到边仔的货车，搁弄对知名乌兰店以后并且，迄当时是知名乌兰店人客长济的时，规个单位互弄倒，碗盘四界飞。 唔过加在无人受伤。他不是碰，那是有用到物件啊，然后有拖到物件一下，然后就碗筷飞出去那种声音，就是完全没有刹车的。就听到一声呢。系啊。啊，恁这边拢无人嘛，无人着，无人去着。无，刚才阮拢有听到声，上拄好诶。 这位洗车了代志的查甫人，后来家己爬出车外，敢若受到轻伤，毋过眼神细心。警方发现，随将伊控制条进行检测，最后确定这名查甫人涉嫌吸毒洗车，而且超出各种毒品，甚至一级毒品海洛因，所以将人带登去侦办。警方于真南车上查获毒品海洛因3包及依托米酯电子烟1支。 真南毒品脱衣试剂检视结果为鸦片类、安非他命类、依托米酯类、卡西酮类等呈现阳性反应。警方现场将真南逮捕侦办。警方表示，涉案查甫人毋但有毒品罪嫌，伊食毒洗车，嘛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。另外，伊驾驶的汽车车牌已经超过检验期限，互注销。依法车牌甲车辆拢爱互人扣落来。记者顾兆勇高雄采访报道。